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中英区阿權妹。今日啦，阿權妹愛帶大家出去了哦，愛去到哪呢？愛去到呀太海路嘅，太海路嘅有咁多東西好看、好食、好啉。啊，今日愛同大家來紹介，就係好食嘅東西，係啊好食嘅撈飯。韓國呀嘅撈飯，還係呀百年老店。故說大家喺有限嘅時間，真見做得起啊！太海路嘅行行了了，食一下東西哦，細細個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第五台嘅啊調教哦，接班人哦來分享游婉玲，歡迎婉玲。大家好，我是游婉玲，今天很高興來到福起來的節目，介紹我們油飯跟產品。哦，分享婉玲來到呀節目當中哦，而係第五台嘅啊接班人，啊，下來就來紹介呀第四台啊，就係呀婉玲嘅媽媽來分享彭水琴分享。大家好，我係彭水琴，當歡喜福起來的呢個節目，我來分享那個百年油飯嘅歷史。哦，真嘅哦，我想到要做100年，真嘅係真無艱難。我家下又問了一下婉玲，有講到嘅人嘅已經算不出來第幾代了，係第15台嘅祖先。對呀，中國來到台灣，就都一直就待在大溪這個地方嘛。對，就是第15代的祖先，對，就來到桃園，然後第16代開始就第一個做撈飯，就開始做油飯了。到現在你是第幾代？第5代。你是不是？你是第16，你祖先你是22嘛，對不對？所以16、17、18、19、20、21、22、6胎年啲嘅。做呀油飯做撈飯，這是真無簡單的事情，而且呀哈一個傳統嘅產業，你想你要傳播人嘅來嘅，這個傳播人來嘅，你唱想我就覺得，尤其是這樣子的傳統產業，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無簡單的事情。尤其係呀哈，我知道真無簡單，係因為呀，我知道媽媽應該知道當驕傲，因為呀幾乎客人全部都啲嘅都一間店做些。頭擺日本時代係做傳統。哦，頭擺係傳統。佢傳統，我家娘佢台做傳統，啊之後就做讀中嘅。哦，又變中嘅。係，啊當我哋台我是做改做那個當阿米糕。哦，啊唔過呀種撈飯呀種這個食物這個品相一出都菜，一出都有就錯嘅。係。哦，哎呀喺貴婦卡印度底下做，所以誰是店長？我來係店長。來係店長，所以婉玲嘅哥哥。哥哥是店長，你係店長啦，我來係調教。啊，右邊婉玲是店長啊。哎，你今日婉玲有來到現場，跟我說婉玲是店長，所以婉玲在店裡面負責的工作大概是，就是廚房的工作，哥哥是外場，就是負責面對客人。啊，哥哥是負責面對客人，對。哦，然後你是在裡面廚房，忙進忙出。哦，啊，媽媽。董事長，很熟點點，我講你喺舞台喺nhà喲。啊，真的，這完全就是已經搞本他一台耶，全部搞本佢哋。我講我仲要配合點點，我仲要配合你點點。那我做乜嘅？我是做乜嘅？哦，那爸爸嘞？爸爸，董事長，算是油飯顧問啊，監督我們做油飯的品質。哦，嗰時候呀，他真嘅做搞本呀，生意咧，生意啊，真怪。哦，那當然真啦，真嘅哈，有學到就錯嘅。哎，但是我知道呀，係畢竟它是也就傳統嘅產業啦，做撈飯，將講將捱好嘅，捱媽媽有啲嘅做，捱阿婆啲嘅做，啊捱就唔會做誒。其實我知道要這樣子承接上一代的這樣子的傳統手藝，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但是聽說你們現在雖然看起來就是婉玲也很年輕，但是都已經學會了怎麼做，對不對？說一下你覺得最厲害的，就是學起來最厲害的技巧。剛開始媽媽就是說蒸米的時候，光聞在旁邊扇那個鹽，聞那個味道就知道米熟了沒有。一開始很不能理解，我才不相信呢，怎麼可能？那個飯在那個現在是用翻蒸嘛，還是用木桶裡面蒸飯嘛，對不對？你說用聞的就可以聞得出來熟了嗎？怎麼可能？是它是有跟米稀有特別的味道嗎？我講見開蓋
经开过个饭还蛮熟嘛。迄讲种皮跟米汤有熟嘞，咱开过，咱再个确认，迄无熟你就再个整到皮跟米汤，米跟米汤弄饭的米汤是无共用的。嘿，可是那种皮诶。感觉那是一个细微的变化，所以婉玲现在已经可以判断这个细微的变化了。对，哇塞，我觉得光听这个，你就知道，我真紧我按用家别的数，你就会一天轻某简单的事情，用 PA 就提供呀翻油说啊某说，还是其实天使给条件的那个妈妈们都有这个能力，有可能，但是这就是功夫啦，要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才学会这件事情嘛。他说就是这个是没有熟的饭，赶快过来闻这样。好，这个是熟的饭，过来闻。啊，这咸记一批啊，这个批啊，我批个米头咸记这个批哈，其实底的。按用就底耶，因为我知道尤其迄同样妈妈好做东西啊，妈妈都没有 SOP，妈妈都是手感，有没有？啊，这个就这样放，这样就好啦。啊，那这个就加这样就好啦。但是我们就会很难去学习，所以婉玲跟哥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遇到这样子的困难吗？一开始有，所以我还买那个小量匙，1匙2匙，酱油1杯2杯，然后渐渐的让油饭的品质就是越来越像妈妈后来做的这样。对，那现在还需要吗？现在不用，现在也是大概这样子，大概。所以完蛋了，你叫你下一代，你也会说，就这样。好啦，那真的是冇办法，就靠经验嘛，就表示讲真紧黑好多气给它弄40度，可以自己自由应用、自由变换，将用按用给数尼啊。那像按用跟弄饭啊，第一个是不是说它还是要经过这个一类炒料要炒的这个过程？在炒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我们都是用大溪的那个温体猪肉，在煮的时候不能煮到全熟，因为全熟会干干柴柴的。对，大概7、8分熟的时候就要下酱汁，让它可以锁住那个酱汁的味道。然后那个炒料的料，到时候要再当油饭的炒料，这样才会香。汤啊，跟米啊，跟米落去炒饭，所以我哋卤饭唔是用米酥。因为个本带压到肉啊，压到米丝，压到米，全部再给冰落去这个饭肚红，就让它整个融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就会本给吸收到这个饭底肚。我刚刚根本就有点这个流汗水。因为这个油饭的味道很香。那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外表啊，尤其是牙它头前牙粉，大家看到牙粉会吃到，有没有觉得很像？好像是外面市面上常常看到的那个筒仔米糕。因为大家讲一般都会讲，像说咧卤饭可能就会比如说一盒啊，像偏懂哈被按用总的呢，我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用像迄笔叶按用倒扣，像布丁杯倒扣的感觉。按用我用做按用嘅造型哦。嗰時隻生意很細嗬，就偏技術飯人嚟講，我多隻布丁本色哦。真的是布丁哎，跟住他生意布丁啊，當反而其實幾食。還有就跟我是就用按樣嘅感覺還挺好啦。唔過同嘅筒仔米糕無像嘅做法，就係外地嘅筒仔米糕應該係生嘅米冰落去以後，按用就啲嘅在那個鋼杯裡面按用整熟嘛。然後撈飯係無像用嘅，撈飯係無像的。講一下，媽媽。你按撈飯嗬，你就慢慢地放去炒嘅時間嗬。佢它不用等，唔係講1點鐘、2點鐘是快提起嚟。慢慢地嗬，跟牙絲細火去慢慢炒，要全部愛功夫啦。古時候也同嘅筒仔米糕冇共用哦，看起來好像形狀有點一樣，唔過做法老米稀，它那個味道的組合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像我們北部客家人就超級喜歡吃糯飯，就很愛吃油飯哦。有想是吃到呀筒仔米糕會吃，那是一個不太熟悉的口味的感覺哦。古時候呀，我看到呀，覺得聲音非常嘅有親切感。唔過唔係頭擺就按用做誒，頭擺嘅媽媽嘅。牙嘅假用啊，咩按嚟做，不是這個造型的，這是你開創的。係，佢用包裝嘅。佢講包裝嘅嗬，
因为头摆有该福现象下来的，哈采买演出名的吼，叫我戴这种较方便。哦，但是底部含黑脑翻哦，唔要种的哦，只是迄讲已经炒熟嘅脑翻拿来用中药来包起来。给大家相当是较方便啦。哦，一个包便当的概念。嘿，哦，都爱你啊，推行啊，是这样讲，哎呀，较环保。嗯，它冇按到制造按到垃圾里头啦。嗯，啊，个还记得在个头前迄用板包装的吗？头摆用叶桃叶。哦，月桃叶就像演奏版那个月桃叶。用种来吃糖嘞。哇，该懂环保哦。这真的是百年老店才有的故事哎。头摆拿家用的给公公婆婆。家用给家用。我们真的已经快要算到不知道要怎么算了，因为太倒退耶。由第一家用时对第一代开始做糯饭，第一代开始做油饭，到现在，大概历时多长吗？超过100年，但是是100多少年？有算过吗？165年，大概啦，嘿，165年的老店哎，这听懂我看到我真的是觉得要好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虽然都呀哈都还忙吃到糯饭，啊，不过休息下等下阵呢，阿 Q 妹就做食糯饭本大家看哦。好，分享大家又真的福氣來咧，我係終於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桃園太海呀100年嘅糯飯老店，啊，家有講嘅當到呀，按到台人啲嘅經營有160年，按叫嘅歷史嘅糯飯哦，嗰時候接下來呀後面是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咯。這個本人媽媽偏妹嘅講，偏新人嘅講係布丁，所以意外的有這樣子的一個造型。按我跟糯飯，迄建議一開始就先食夾個黏米，好冇？原味要先吃原味。好，我先來試一下這個原來的味道。其實我一落嘴，我就有那個炒料的香味就已經進去了。我其實剛剛提後，我醃的時間我冇醃到也當過個料誒。啊，唔過真係就像媽媽跟他講嘅。那個料的跟米是要炒到要糯飯底度，也是挺重要的事情。而且啊，某款人呀，他不用到人家旁這個冷氣房底度，不用按 Q， 啊，唔講按西洋糯飯還是 Q 的呢，就它還是 Q 的口感，並沒有因為這個環境可能冷氣房啊，然後溫度變低呀，這是涼的哦，但是兩個食起來佢還是 Q 的口感，對不對？很好吃哎。那一般因為我看到你有附醬料，這個醬料係人家的七家做的醬料，七家搭配的，是什麼醬？馬該種料？那個是吉醬油膏，對，吉醬油膏，所以你就是血液裡面還是有客家人的靈魂，而不用吉醬。這是誰發明的？就是我跟哥哥的主意，主要是媽媽就是在做那個白斬雞的時候，都會搭上一盤吉醬，吉醬跟油膏的嘛，對，然後我們覺得這樣的搭配就是吃不會油膩，又可以增進食慾。我好像沒有這樣子搭配過糯飯呢，就是我們食吉醬食凍豆啊，跳魚我們食凍豆啊，但是我好像沒有這樣搭配過，我要試試看。可以耶，因為有凍豆你可能食糯飯，就像頭擺沒講食中的我會放個甜辣醬。甜辣醬它也是有一些甜甜，有一些些的辣味，它就是兒童的油飯、糯飯跟米稀要有一點點不一樣，它才可以有層次。所以你吃到不用的雞醬落去，然後又有跳有個鹹米，它就是跟油飯、糯飯單純的那個鹹米冇共用哎。所以你們那時候去測試，就是覺得原來雞醬搭配油飯的口感味道是可以的，是你跟哥哥都喜歡。對。那你們小時候是喜歡吃吉醬的嗎？因為有懂得，讓他可能他後上的行業沒有這麼喜歡吃吉醬。
所以我很好奇。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鸡酱，因为它我觉得太甜了，所以我加一点油膏去综合那个甜，甜甜咸咸的。哦，啊，妈妈你去家吃到呢？因为你头摆应该无按来生，人家家用头摆没无按用做。爱无按用食，不过吼，按用爱热学青岛的食鸡酱哦，加青菜。哦，嘿，青菜蛋糕叫啉叫鸡酱，嗯，系啊，叫按用食还冇味啊。还唔按油啊，按内改嘅感觉，所以就调整呢。啊，唔过唔单枪呀，酱料可能就是听推啊，就是来人摩也要就是加了一点巧思都低度，去让它有一些的改变呀口味。其实啲啊，妈妈呀在食台没有做呀口味上一啲啲嚟嘅改变。头摆呀嘅家用做係用猪油。来做糯饭，啊，唔过温年时间，嘿，你就冇空用了。我讲猪肉，人体当油啊，拍拍啊，唔好看啊，嘿，按种鸡肉哈，加个量较少，唔是按多，不用2汤匙嘅鸡肉，不用1汤匙是辣的，哦，嘿，鸡肉较少，哦，所以我同我讲讲。你要改鸡肉好冇？佢講按樣咁好，我講我帶你出去吃飯啦，我改食咧豬肉哈，當肉啊，啊啲已經改雞肉啊，我講按樣吃飯啦，用白，按樣好好食哦，冇按肉。哦，嘿，佢講好啊，你好生意頭腦較好，唔知做嘢按樣做吧？哇，所以唔單槍數意係百年傳承，連這個動有創意嘅頭腦咩係百年傳承，對不對？就是從呀，媽媽嘅家用，一開始就是講，去家去用，吃到用完後就用嚟做。啊，媽媽對人嘅來冇也沒空用，你們覺得怎麼好就調整，就都沒關係，很棒。你都還有智慧啊！哦，你都講好，我就配合。哇！拍拍手哎，好模範哦，真好。啊，就學馬家用啊，馬家用講啊，還有生意，還有智慧啊，你知。你嘅天好時候啊，一天比我做還要好。哇，古時候就按用大家全部就是有點就是集思廣益，大家就發揮自家嘅腦勢，輕便古上款用嘅這樣對點嘅係輕好嘅用版來調整。古時候基本輕難的，有搶到6個啊，聽5台、聽4台傳言來到節目當中。當然，兒童他要來分享一下這個一個有趣的這個小知識，好了，要分享糯飯嘛該小知識喏。其實從按用嘅糯飯買咗衣服卡幾件都好食咧，啊唔講誒糖講也都含有這個可以改變口味的小秘訣，係唔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做得啦，誒，從過年哈，在搶銀行哈，你是買個鰻魚罐頭東風片，嘿，那個是罐頭的鰻魚啊，你是那鋪個碗帶去哈，鋪落去按糯飯啦，輕啦，添到整啦。剁出來是按用型的。哦，要看起來東風片啊，東澎牌，看起來是我大飯店的高級料理一樣哎，就是一類油飯、糯飯就做得到按呢。你做得按用迄邊，但係櫻花蝦咪做得啦。你反正吼，櫻花蝦不用啲啲麻油落去啊，該冇開火。哦。讓麻油不用落去，櫻花蝦不用落去時，讓開一啲啲火，炒不香。哦。啊，啲糯飯整好就不用落去。香菜不用落去哦，我又流口水了。听起来就很好吃，古手可以不用鳗魚罐頭，然後櫻花蝦，還做不用嘛干？還有鴨肉啊，還有鴨肉做得不用。鴨肉嘅切絲一絲哈，用麻油啊，薑麻、白白啊，你炒微熟，落去哦，有咩咁好食？太飯店誒！每次我媽媽啲嘅講起家嘅糯飯，就講到家裡的飯都很好吃，這樣你們都不會吃到怕？唔會啊，因為我口味啊。哇！是按叫都唔會生呢個，起家都清好食。清好食啊！我孫女咪當好食。真的假的？問一下。孫女20的一張呢。啊，真的呢？所以你們也都沒有吃怕？這麼多年來。有時候在跟媽媽去外面請客，飯店吃那個宴席。然後吃到這個油飯怎麼好吃？然後媽媽就說：“早上她好像跟我們家買油飯，就是真的假的？這一桌宴席的油飯是我們家的油飯。”那好好笑，所以是已經就是不管怎麼樣，反正吃到好吃的，然後意外的發現演了牙喺牙不卡州哎，哇！有批發本人啦。
哦，有传糖你就拢爱拿。那我就想要问啊，迄讲有可能大家要买来按用小小包装就做得显色啦，可能有人要买大大，要迄种现买等，买做衣服卡不用等，可能就不用冷冻啊，也系冷藏现变的，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当来吃。那我就想要问说，像按用来想要再过来吃到像在点底度色的按用这么好吃的口感，我用来加热呢？加热，他们发明的，就是建议就是冰冷冻，先打平平的冰冷冻，这样退冰会比较好退冰。不要这么厚一大块这样子。对，然后前一晚就先放到冷藏退冰，到时候比较好蒸透。现在大家家里都有电锅或是微波炉。对，电锅可以就是摊平平的，然后外锅一杯水。然后如果就是蒸不透的话，再一点水就好，不要蒸到就是像稀饭一样。太多水不能全部先放很多水，对，让它慢慢要变湿的，建议先一杯这样子。微波炉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微波炉很容易将水分弄干，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个湿纸巾沾湿铺在那个饭上面。这样到时候就是微波出来的油饭就不会这么干柴。那要用什么？比如说不要开大火，有这种规定吗？会有像那个热饭的功能或热菜的功能，可以先1分钟，然后打开来搅一搅看一下。还要先搅一搅，就是把它就是均匀这样子。先试试看，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再30秒的加。就等于说要少量，时间短一点，它短的会按用加烧，然后翻就不会糟蹋。要记得上面要铺湿的纸巾，对不对？温水的纸巾，不然真的是有想时我连热个白饭。那个用微波炉，这真给你就水就糟蹋嘞，那表面那个饭就会刚刚就不好吃，所以原来要这样子慢慢分批的把它来加热。韩国要点烘，其实唔单像有弄饭，没有讲头前面有做传汤，其实也有点像餐厅了。其实东西咩唔单像要弄饭叮叮啊，再下来一种太要来分享嘅咩係愛青好食咧兩種湯，一個係這個鹹醋雞湯，韓國人個一個係鹹菜煮肚湯。鹹醋雞湯呀，係應該就是呀關西嘅名菜嘛，嘛係關西人。跟鹹醋係愛關西嘅鹹醋，自家煮。自家煮，走上頭你就不用落去煮，煮到下班。煮到下班，你講錯啊，唔錯。細火可以煮啊，這樣我按鈕啊，你就慢慢煮，做鹹醋茶、鹹醋雞。這真的要煮很久誒，因為我有時都跟那個鹹醋的膠質有本給煮出來。係，要煮清久。因為從去家有常時地府卡煮仙草茶的時間，有常時你就煮到可能有色有米就沒有煮了。按有那個仙草裡面其實大概是有自己本身是有膠質的，它不會釋放出來。我剛剛有要痛迄真嘅有看到一點點膠質，可能剛才開某買按清楚，是真的是有一點膠質感的耶。你煮一點雄心真嘅，對早晨就煮到下班。煮按叫真有按用嘅面。真有按用嘅。那我也鹹菜煮肚湯呢。鹹菜係愛關西嘅，也沒關係嘅，在大溪放入關西的這個名產進去，對不對？因為你講我本來買鹹菜啊，佢不有色，黃黃嘅色，佢不用色嘅。對，那個沒客家人去家做嘅鹹菜，這客家人就會對不卡嘅鹹菜很堅持，對不對？佢還有個酸味啊，自然嘅發酵嘅酸味。對，有啊，夠味，好喝。故事很開哦呀，真嘅係吃到係鬼物卡人嘅心血跟脂肪嘅結晶，將有按用嘅好料理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卡的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做一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間百年老店，作為第6代啦，16到22代，這麼久，這麼多年啊，大家就一直傳承下去，真冇簡單。
给妈妈会讲一下，你头摆做嘛该不会给听会来加班吗？我问不到前面的，问一下妈妈，因为这家就挺辛苦的事情啊。头摆吼，我加班啊先生时阵吼，我娘家妈妈讲，好容易呢，结添哦，我加班期嘛，卖面的呢，我讲咁就按得人行，我讲我唔行。结果我吃宽啊，冇吃咁么低。嗰陣時就係講加多乜嘅物價乜嘅行業就停電咗嘛，嗰陣時嘅觀念係安尼。啊，唔過其實你妹妹加好多年啊，他喺張地其實也欣賞係就係雲林爸爸係咩係行業，係啊，而且是節文學，節文學，早安課對不對？嗰陣時。也佢還冇講啊，因為佢讀書畢業去做兵啊，做兵做人，我咩唔知佢行業好容易，佢重點佢係咁夾賣面嘅啦。啊就嘅聽嗰陣時嘅觀念就係講加多乜嘅行業就做乜嘅。啊唔過就婉玲跟哥哥就時代不一樣啊，就沒有說一定要接家業，所以我也很好奇哈，為什麼婉玲同哥哥會想要回來接手？那時候阿婆過世，然後家裡的氣氛都就是低到一個谷底，然後因為接連就是阿公跟阿婆兩個就是接着走，然後我們在外面就是工作好幾年，一個月才回家一次，然後就是一個月回來，漸漸看爸爸媽媽一天一天消瘦，就很不捨得他們。最後哥哥找我一起回來，我們就一起回來，兩個人一起回來。那媽媽應該真歡喜吼？我真歡喜，我講哦，我講我哋係最幸福嘅媽媽。生人真乖，生人真乖，奶妹嚇心橋全部真乖。真孝順，結果我將來陪你。哇！我講疫情期間按嚴重誒。啊，幾時進來嘅？係啊，我講嗰時間進來，我講唔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講將身體顧好，按將來陪爸爸媽媽，你也好心嗬。頭擺人婆就講啊，按要好哦，你就生人哦，按擺窮人話按要好呢。哇！有按用夠，哇，真的是全部都用傳承的，很棒哎！嗰時候就喺裡面按用，來也冇做了以後，其實店妹妹有冇用嘅，包含那個什麼菜單的設計啊，店妹地度的總縫啊，整個裝潢都不一樣。而且來介紹一下好了，其實店妹都烘不是只有賣油飯跟湯，還有很多東西，對不對？還有肉跟湯雞卷，當爸爸媽媽那時候的100年套餐就是油飯雞卷肉跟湯，有飯有湯有小菜這樣3寶配，很棒哎！油飯雞卷肉跟湯超飽的，聽起來就懂澎湃感覺。100年3寶，100年3寶啊，還有嗎？該呢？還有什麼東西？品項，我們現在又多了大溪經典滷味啊，因為就是遊客來到大溪，一定要請他們品嘗我們大溪在地的豆乾。我們有那個大溪的滷味拼盤，然後還有飲料，對不對？飲料仙草茶、烏梅汁、去油解膩。哇，所以就是可能一開始有做傳湯啊，還有某做傳湯，現在又有一點邁向餐廳的規模，對不對？東西越來越多。對，應該沒因為這個生力軍加入了，來也冇也就賺了，嗰時候太敢用他做東西就做也多，然後甚至連這個裡面的裝潢啊，然後 logo 都換新了，對不對？對，分享一下 logo。logo 是我跟哥哥一起發想的，就是主要是阿婆。那個是阿婆哦，對啊，他很嬌小，只有143公分，幹嘛還特別強調？就是覺得就是雖然就是阿婆就是這麼嬌小，但他卻可以扛起整個家的生計這樣子。他那時候在撈米進大鍋裡面蒸，然後這個香味就是我們的傳承，就是光聞米的味道就可以知道。就是飯有沒有蒸熟？我們家的技術啦。對，然後最外觀就是，其實這個間層啊，它是磚跟水泥，就是水泥磚牆搭成的一個家。就是阿婆用它就是它的技術撐起這個100年老店的。那個拱門是什麼？好漂亮哦。拱門就是因為以前店面它其實是
是有牌楼立面的，就像老街的那种巴洛克式的那种建筑。但是后来某一次地震的时候震垮了。爸爸说他小时候也没有看到那个立面是什么字，不然我们可以再做起来。哇，很感动哎！所以就是这一整个都是你们自己设计，就会为七嘎布卡量身打造自己的 logo。对，算是第五代为了怀念阿婆的那个年代，就是创自己的新 logo。对啊，所以这样很棒，就是像这样子，本泰嘎一看到就觉得记忆很深刻，然后看到很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 logo， 虽然它是一个新传统的一种技艺，但是它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整。它的唐宫有很多亲子的客人很喜欢去，对不对？是有特别设置骗小孩的活动，还是什么东西吗？然后我们除了有那个儿童座椅啊，那个儿童餐具以外，还会就是准备一些小贴纸啊，一些汽车挖土机，或是那个神奇宝贝的贴纸，就是小朋友不乖，然后就是还没有食欲想要吃东西，想要继续玩花来花去的时候，先拿一个贴纸给妈妈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吃完才可以拿这个贴纸哦。就越来越多元呐，可能头白枪外带而已啊。现在都在落点美低度食，而且毕竟这胎孩肉给就是可以适合全家大小猪去嗡撩撩也可以收菜嘛。然后不止这样子，还有客制化的，人家还有看到呀，就会一般这个中生人的嘛，就会送呀糯饭，对，满月的糯饭，然后给隔壁太极的。给隔壁敢看到就爆的呢，平常就是这个 size 吗？你行业要懂大气吗？嘿呀，给有太低，这个真挺懂太低，收着一懂有面子，所以没做的接触听按用满月的糯饭没做的，然后呀他没有出这个甜的糯饭，对，甜的头摆迄做按用太难的，切麻烦啦。你要听台其实设计讲。用按用细盒吼，一勺一盒按用放片，用本呢，不是切的。但是这样看起来很传统哎，就是圆满。但是上面这个也是，就是会贴亮呢。这个葡萄哈，葡萄干迄样叫白字，白字，跟芝麻都千孙，白字千孙有传承的意义。哇，因为斗智斗顺，这个结婚爱冇用呀，糯饭呀，等于真就唔麻烦这样子。嗰種愛呀，它就是都愛呀，佢可能見來見上鹽威迪呀，米糕，原來上面那個葡萄乾耳朵白字，芝麻耳朵千孫。然後這個容器看起來就很古樸，然後媽媽貼片當公帶來嘅，該是按照傳承啊。這個傳承，阿婆、阿媽媽。全部愛全部阿妹，所以這個籃子也4代了，四代五代唔啲啦，辛苦哎，很不簡單哎，給我一貼片帶來，我覺得其實我知道，楊富卡係用真正係對富卡人的感情，不管是媽媽一開始傳承下來，也係講來也冇也決定要回來接手，你們都是就是對家裡的那個團結的心情。鼓手決定要一直把這個老店延續下去。媽媽有知道你來也冇也真的有冇該發生對家有講嗎？因為其實我想象我知道，迄個我同媽媽強下做事，我聽說會同佢嚴格，一定吵架，絕對吵架。你們有發生過吵架的事情嗎？記得我做嚟接的時間，我講100年老店就看你們開枝散葉。反正你都講，喺我做物嘅，我是配合是好的。你要舞台嘅人，記得請乖。真的假的都沒有吵架？你確定嗎，婉玲？唔敢偏愛，所以按用我人格呢，絕對唔係人格。還是吵架的不是你跟媽媽？唔係，只有爸爸罵我們。意見這個溝通，這叫溝通。因為爸爸對油飯的品質比較堅持，然後就會覺得我們都散的，都3年了還沒有把他的堅持學下來，難免啦。但是
回来接手已经是庆好的事情嘞，已经落点、落技术做得传承下去，真件都无艰难。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谢谢婉玲，也谢谢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谢谢，什么你？我只是。没什么，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嘅舒快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看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